ปักเสียบึ้งมันเป็นตัวขาววันแล้วเรื่องนี้วันซ่าหาวก็เจเจมาวันซ่าหาวเอาออกแล้วก็ทอดแล้วก็ปักทอดแล้วก็ปักไหมมันเป็นสีมันเราปะเอาทอดอีกพอแมนข้อยิงก็เจเจมาวันซ่าหาวทอดอีกตัวนี้แหละข้อยิง大家欢迎刚吃好饭好哥哥姐姐们欢迎大家欢迎的波大家晚上好哥哥姐姐们晚上好对大家晚上好学姐晚上好大家都吃饭了吗我们才刚吃好饭欢迎大家欢迎怎么回去我也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来了我们就接回去我们就送就这么简单晚上好啊哥哥姐姐们晚上好大家都是朋友大家都是粉丝我们呢在这边也不是像大家也看见我们每天也确实有时候盖房子慢是慢但是有些东西我们有钱也买不到我们就没办法毕竟每一个地方的环境它不一样嘛对每个地方的环境都不一样就像在我们国内的话可能只要你有钱他啥都可以买谢谢学姐谢谢但是这边有些东西你要买他都买不到就这样像好多东西我跟我老公去买瓦买什么都一样他要去到省城去省城又很远我们没有车又买不到我们只能等在这边如果能做的话我们肯定做出来的像我们砌墙啊有时候做什么也好挖地基做什么也好一刚开始盖房子我们只能用人工在这边全手的是那种全部的是手工所以比较慢然后我们以前虽然订的木头然后慢慢的我们也是提前订能买的我们就早就订了就这样没有吃羊没有吃啊羊现在养着音标他那个脚一痛然后我给他上药然后他去休息了然后明天还要继续他今天早就赶路确实坐那个车有时候太远了有一点累对呀来想来就来想去就没办法呀是不是毕竟现在交通很方便去哪里都可以的我不一直问吗我不是一直回答吗有些事情我不可能什么都问啦大家也是一样不管你们也好大家也好想来我这里有时候来呢我能接待我就接待一下然后我们每天就是我们也有我们的事情的我们有我们的事情像我们每天一样我们每天都要拍视频我每天也要剪视频我还要干活就这个房子也是一样有时候有些事情我们要自己去干大家来呢有时候我有时间呢可以就带玩一下呀也可以啊但是我不能有时候我可能不能带玩有时候翻译啊没有不懂什么问啊都可以来呀来看我们就我们每天都在这里干活可以看看我们干活啊就这环境他也是没什么玩的浩哥他有时候也是亲戚就接我们可以接一下但要回去我们送一下这都无所谓的不要来回跑一两趟都没事的接一下但是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接的因为那么多粉丝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去接送那我老公我们每天都不用干活吧是吧哎这个活大家来了能来到我们这里呢有时候不懂什么问啊然后来到这里啦我去跟你们玩一下都可以这个的话要每个人都去接去送这样的话我说实话我们要干活我们每天要拍视频如果现在像我老公他去送的然后今天包工头又有些地方他那个盖顶因为他没有盖过像我们那种国内的房子他那个盖顶他根本就不懂那包工头我老公要拿那个图给他看然后一个一个的去解释去教他这样他才会还好这个包工头他没有像别的那种有些包工头他就会烦这样但是这个的话他只要我老公好好的去说没关系他都给你去做这样的这个也是有一种好处的好一点哎呀这个火怎么这样啊
我哥带过来的那几个包工头，他根本就干不了这个房子。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叫接，有时候我老公也去接了，叫送也去送了。这个我多了我也说不知道说清楚，我不可能你们打比方是你们来找我，然后你说有事情，我每一个事情我都要问出来，这个是不可能的呀。你们不可能自己的事情全部的事情都要告诉我，就这样的。我只管我别人的事有时候管不了那么多啊。来这里有时候你们要自己玩不懂了就问我呀，什么这个可以。有时候我去多去老乡，有时候呢跟你们玩一下啊，我老公啊，这样都是可以的。对，我们整天的接，整天的送，一个来一个回，一个来一个回。那我们每天要干什么？都不用干活了，就这样啊。然后就可能说有时候大家旅游啊，能来到这里啊，是吧？来玩啊，这啥都可以。对，我老公他脚本来也痛，因为搭的这个房子那天他那个钉子割到了，我带他去打了2针，然后包扎起来了。对呀，大家如果来这里呀，有时候想去宁古塔，这个我们可以带去的。我们要干活那边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带去。如果我们没有事情去宁古塔的时候，现在木薯他们也应该种完木薯了，应该会回来了。我老公刚才给他洗一下那个伤口，然后吃点药让他休息了。他都有一点发烧感冒了。因为那天在今天下雨比较冷，大家可以问他呀，我回答了几次了，一直在这里在问，我不可能一直就回答这事情。我知道这个房子进了有一点慢，确实有时候有一点慢。阿彪的那个脚是在割这个钉子的，哎呀，有时候如果可能，我们每天的整手这个。接这个送这个，接这个送这个，有时候我们的生活也要过的，每天都还是在忙。我老公都生病了，现在生病，他去休息了，我给他吃了药。为什么要烧火？我煮那个木薯，对的，有时候呢自己生活还要好好过。怎么下雨了？下2天的雨了，昨天跟今天下了1天。他本来就脚痛啊，去打了2针了，然后还吃了药。对，前天就已经去打了，打那个手打1个，然后那屁股打1个，都打了。我烧这个煮这个木薯，这样说粉丝会怎么想？什么粉丝是怎么想啊？本来就是呀，大家能来到我们这里呢，大家都是粉丝，是不是？你旅游啊，来到这里呢，有时候呢来也可以呀。我们去不懂什么就问啊，是不是？然后来找我们玩啊，玩什么呀都可以啊，看看我们盖房子呀都可以。现在我们粉丝说少也不少，说多也不多，但是如果每天了。你要接你要送的话，每天都会有人来呀，都会有啊。每天从这里跑去万象也要2天，然后送的时候也是一样要2天。我们拍视频有时候拍，如果我老公不在了，这里的工作我一个人在这里安排。没办法呀。如果我们整这1天的这样接送的话，不好啊。我们的事情还是要做。我们是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拍视频。如果我们每天除了坐车就是坐车，除了接这个接那个，除了送这个送那个的话，我们事情是干不了。说实话，有时候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真的没法拍，就拍视频要这样。大家如果是能来到这里，能来看我们呐，自己来啊，到时候呢能来会来，
那我们也很欢迎。来到这里呢，这个地方呢，说实话，这个地方它不像那种大家想想都知道，他看一看他走一走，我们也带他看一看走一走，然后送他到宾馆休息，然后要回去他自己也开车回去。然后上次那个什么哥了，在万象啊，那个他也是一样，他们自己开车过来的那个。屏，对。对，大家可能是没法理解小一说的话。我们也要过生活，有时候我们有我们的事，再多啦，有时候我们接不了、送不了那么多，就这样，我只能这么说。对，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大家说吧，没事的。说什么做什么，小一不会在乎那么多，只能说人在做天在看。有时候呢，有些事情我们没必要去说那么多，只能这么说。每个人都在过生活，有时候你去说别人说太多了，有时候会给别人呢，会反而到你的生活去，是这样的。路过的我们有时候呢能支持我们支持一下，能看到我们就看，能点赞我们就点赞，就这样，能看到我们就看，都是这样的。有时候好好的生活这样的，对。房子的事可能我们就慢慢盖。现在就继续盖瓦，盖瓦。包工头昨天来了，然后今天也来了。今天的话下雨，他就一个人干活，他不敢叫，这个雨还要下2天。对，订过来了，对。你们听谁说到涛哥打架呀？你们听谁说了？是涛哥说的吗？涛哥说是吧？没事的，涛哥你没事的，没关系。哦，涛哥说是吧？你们怎么跟他聊？就截图发到群里，没关系的。对。所以每天小姨还是说，大家能来到这里，我们还是很欢迎的。大家，但是你们要自己来，然后自己走，没关系。每个粉丝我们都欢迎，对，没关系。当然你来，不可能我对，也可以对，还是不要说了。我们大家来呢，只能不管是谁来，我们做什么也只能看一下，想跟我们玩啊，是不是？看一看我们干活呀，就这样。而且这里呢，它比较远，那边它是那个缅甸，这边它是泰国，那边它是越南，然后我们这里在一点中间，是属于有这里有时候呢，小姨就不能说太多了，只要是说这里的人有时候呢，你不惹别人，别人也不惹你，就这样的。只能说我们过自己的生活。像我老公在这里这么久了，有时候他也一个人在呀，也没事呀。也没有谁说涛哥打架呀，除非你们跟涛哥聊，涛哥说了。大家如果跟他聊，如果他说就截图发到群里就行了呀，没关系呀，那么多群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为啥走了呀。要接已经接了，那叫送就已经。
对对对，这个头发它不是白，它是那个灯光照了，灯光照了。是的，嗯。我们拍的，接下来我们要拍的人也会比较多，因为我们在这边还是中国，有时候呢，我们去哪里，去到哪里就会拍谁，谁跟走进我们的生活，我们就拍谁，不可能也会一直拍。像那个木薯他们一样，上次哥哥姐姐们也一直在问，木薯他们回来去哪了，去哪了，去哪了。主角的还是我们的生活，拍他们。